知唔知點解我企喺部影印機啊？許家印啊嘛，加印啲紙啊。嗱，今日佢就終於判刑啦，深圳一審。咁但係講真，啲有錢人一定搞二審嘅，最後都係維持原判嘅啫。咁啊，佢啲八宗罪就唔講啦，你上網自己可以揾到好多資料。咁反而我想講嘅係呢，就大快人心。當然佢不能還富於民啊，咁但係起碼聽到嘅係佢喺海外嗰23億美金個信託都俾人擊穿嚇，因為始終係非法所得嘅，擺入信託都冇用。咁啊，充公晒所有資產啦，判終身監禁啦。咁你睇睇佢張相嚇，一夜白頭。咁呢個就應該嘅，兩個仔都坐埋。咁但係當然預計佢兩個仔就未必會終身監禁。即係所以呢，佢令到幾多中國人同香港人輸錢，呢個就唔講啦嚇。4條3恒大地產啊，加埋佢嗰啲爛尾樓，加埋佢嗰啲假報告啊，拉高啲股票。反而我想講嘅係呢，即係反省翻我哋嘅投資路上，其實有一啲係俾某一個大股東操控嘅公司或者股票呢，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嘅。即係當然佢呢個 case 咧係轟動全球啦，許家印即係恒大呢個 case。咁但係調翻轉，我哋喺投資路上其實都係要揾一啲冇咁個人或者家族操控性嘅優質嘅股票先能夠作為投資標的物。我諗我喺呢件事上面學到最多嘅呢樣嘢，因為你個人主義嘅，你自己可以操控好多嘢嘅。當然，如果佢嘅決策係啱嘅，哇，股票一路直飆，即係好似當年都仲係話晒事嘅馬爸爸一樣，因為佢啲嘢做得企理，做得乾淨，真係為公司好，跟住去到即係幾萬億市值。呢啲當然係 good 嘅 case 啦。咁但係你諗下，阿里巴巴今日都就係一隻好股票。都係盈利好高啊，仲要啱啱就嚟出業績，應該都非常亮麗。咁但係其實你諗下馬雲嘅股票都少過1%。調翻轉，譬如傳統香港嘅銀行股，我哋投資匯豐銀行5號仔，咁其實佢單一嘅大股東都係最多得嗰2-3%，都係一啲可能中東啊海外嘅基金。所以呢啲呢，就係我哋叫做咩啊？權力同埋管理分離嘅公司先係一啲叫做優質嘅國際企業，即係單一大股東係不能影響公司嘅帳目或者一啲特別嘅決定嘅。當然你可以投票，咁但係其實佢有一個職業經理人，即係我哋所講嘅可能外聘嘅 CEO 啊或者 CFO 啊一啲專業嘅團隊係向股東交代嘅，係好好管理間公司，同時執行公司以及股東定好嘅一啲長遠策略。嗱，呢啲先係好公司，或者我哋即係買股票嘅時候，你以後都要小心啲。所以咧，呢類型嘅太集中權力嘅股票，千祈唔好買啊！俾你買中嘅係好彩啊，好似許家印咁，即係加速影印咁啊，真係都唔知你啲紙最後飛晒去邊，可能你啲股票就係得翻入邊嗰幾張紙啊，所以大家小心。